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爸爸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人家。阳光 baby 真正巧，开嘴一讲喵喵喵。喵喵喵！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洪大，耶！耶！来，健康唱歌演戏无地讲，下班台语加上通。了解咱等下好，我豆豆来讲。好，来，周瑞台。听，来，谢你，哥哥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阮这组的来宾，阮是队长来啊，好尤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尤玲。今喂日真欢喜耶！你今日你来几道啊？应该是第3届还是第4届啊？哦，所以讲，迄当阵第二届复赛，你有来无？有，有。哇差一点点嘛。今日来哎呦拢是差一点点嘛的啦。厉害好，来先介绍你的队友。好，头一位咧，就是我伫阳光的主持人朋友，就是内克。我是内克必须记啊。是，这嘛是赶快擦身而过啦，有影我闪过去小了。心心。哎呦，差一点点啊啦，不要紧，今日过来啊哦。继续拍拼。好，继续拍拼来讲，刷入去。后一位就是嘛是阳光的朋友阿弟。欢迎阿弟，我是阿弟。阿弟嘛是嘛，拢同齐吼，刷入去嘛是嘛，是你嘛是好来介绍入去。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优啊就一个戏剧节目叫做《台湾文武兵》，第二届来，我第一届来无晋级啦，咩血池诶，哎，真正不要紧，你得就这队就对啊啦。是，咱相对因为跟咱广播拢有关系啦。有是啊，拢来进这道啊。哎呀，足厉害呢。好，是好来换恁迄边的介绍哎。呦，他都啊，恁这第一道边来哦。是恁拢是广播对不？阮这边吼，唔若唱歌，唔若演戏，搁会咧歌厅秀内底作秀。哦，这边算是台语界的老生甲，欢迎咱队长尤庆宏哥哥。我嘛做过播音员的，哎呦，你讲吧，中国，中国广东人，无唔对，哎，哥哥第一道来咧，对啊是阮安尼甲邀头一道第一道啊，吼，阮甲邀请，搁较咱邀请伊拢无唔见，在先献互恁。哎呦，新包红包，新包红包。是今第一道来，一定爱互伊好好讲一下哈，来。我邀请到我所有的好朋友做伙来。是头一位就是我的经纪人林祖理。哎呀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庆鸿大哥的经纪人，我叫周丽。欢迎。欢迎！好来，讲啥来过来就去？是我的好朋友，嘛是我的好兄弟啊，楚伟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楚伟林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正港的作词作曲的歌这老师啦，谢哎谢。呦，等咱好好讲一下哦。好来，欢迎你，讲啥来去？我的服装师婉婉。大家好，我是庆鸿哥哥的服装设计师啊，我甲伊熟悉足久啊，因为我追星，对，哦，就少年就介意就打啦，对啦，介意演的戏安尼。哦，哥哥，你的戏我欢自细嘛是看较大。系啊，是，大家都看到我拄仔个你啊甲我问，对啊，迄个国师有无？中西玉林国师。嘿对。再世情缘，我看到目屎流，目屎演哦演，是再世世情缘，对啊。是。电影拍要将近30部啦。报告班长。啊，那电视剧吼已经超过2000点钟啦。哎呦，啊嘛有出唱片。是啊，啊嘛有广播，嘛有广播做广播完。是啊嘛捌主持过。是。哇，哥哥要今日来你透动的安尼。无影。因遐拢少年家啊，你惊倒啦？拢30通岁咧，这拢上来人啊阮家吼，就是来阮家就是尽量讲。我这是花甲少年队。哦。人无，人经纪人无安尼。你讲花甲，就少年的呢。是花蕊少年队，你代表少年就对了。是，这对咱的演艺界贡献拢足大的啦。啊，莫讲大啦，足多啦。有辈分啦。无啦，莫安尼讲，咱个少年呢。对啊，咱观众的心内拢有一席之地呢。无唔对，这讲的阮阿公阿嬷看的真济。
一看到你就知影你是啥。所以有人看我讲拢唔讲大嘛，无讲辈分大，讲真主亲啦。哦，哎这样你讲解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要开始啊！哦，先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，抱歉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咱即摆就是要来赚大钱啦，看会当买一个新厝无？吼，来，要过咱这摕100万哦，较想要拼3关啦，打3关的。哦，甲大家介绍，这季吼拢总分3个阶段，今仔日2队才来尔就是初赛。初赛。今仔日来赢吼，会先摕到这集的奖金。哦。奖金摕了后进入复赛，复赛还有复赛奖金哦。奖金摕了后，上尾啊决赛，那总冠军就要摕到100万咯。哦，100万就是伫遮啦。好，来看者100万就是伫遮啦。哎呦。啊，咱即摆上用啊，就是100，嘿，100万先甲放喺后壁啦。好，咱先拼今日的奖金甲拼起来。加油！哎，咱今日奖金上济通摕偌济？哦，阮这当敢若一集的吼，上济上过4万几块要5万哦。4万几块，好，先甲4万几块先摕起来，咱再讲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新规大大兵，好来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无唔对啊，阮2个答案拢是对的，就是要互恁麻烦恁来摇者，看打者讲的人较济哦。无错。好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有3题，恁若拢用到，上济得到6000块哦。6000块先甲摕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发热夜台语倒一个较济人讲？哦，发热衣，我的答案是发热衫。哎呦，是，敢若亲像热水炉喎，咱穿回去了就烧起来。哎呦，因为伊功能就甲你讲好啊嘛，伊会自动互你烧起来，所以是发热衫。是啊，像我这边吼，我想要讲的答案是烧热衫。烧热衫嘛是真好啊。因为寒人咱拢会老岁仔人拢请咱讲啊穿吼较烧热的吼，身体唔去寒着，所以这互你穿了会烧就是烧热嘛，所以烧热衫。是啊，到底是我的发热衫较侪人在讲，还是我的烧热衫咧？好，来，咱2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啊，袂记你甲恁讲一个讲，风险通啊稳贵讲，是不要紧，咱来问这边，咱友邻这边的，嘿，你选的是烧热，因为就感觉讲，若听到阿妈会讲烧热，因为发热感觉伤华语的讲法啊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咧，阿迪。较早可能这款衫拢讲一个卫生衣较济，卫生衣，对。啊，那因为新书来讲，大家拢会计较讲这个书读起来有成台语开无？哦，啊，反正大家较袂晓读嘛。啊，那烧热大家就较知。烧热较惯势啊。啊，不过这边拢是我这边的花甲少年队。嘿呀，来，咱问者，黄哥哥，因那边拢少年人，啊，讲迄个古早话。是。啊，系啊，拢少年人讲古早话。伊这是现代物件，现代书，我感觉伊会发热嘛，系啊，会自动因为你的体温来发热嘛，对，叫做发热衫。哦，是安尼想啦，电到咱哥哥较现代哦。无唔对。好来，啊，伟林哥哥这边咧。对啦，啊，你讲啊，迄烧热哦，敢若囡仔咧发烧嘛，讲烧热。哎，对啦，伊迄有咱台语里哦，伊都落好纯正的物件，所以你即摆少年人叫啊烧热，你无能跳。你这发热啊，敢会发热就好啊。发热体温会发热烧啊，哪会发热会甲你保温啊，安尼较规矩啊。是，无唔对，你讲嘛是有道理。少年咱少年。啊，那咱这边就是较迄落啊老伙仔一辈的传统讲法。是，到底是传统的呢，还是较新型的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条的答案哦，是伫美秀迄边。
恭喜哦，咱球队即马得到2000。今仔日的答案吼，拄好倒变过啦吼，少年辈选较老人用的词，啊，这回这边吼选较少年人用的词，啊，咱来记一点，我这边较少年，这边较少年。咱看调查结果是，发热衫有将近70%的人选哦。哦。啊，但是小露衫才30%加一撮啊尔。哦，所以多数人拢会选这个发热衫，就是讲，因拢感觉讲。照华语字直接甲念做台语，哦，甲反过，较好理解。啊，你讲烧烙，可能真侪少年人伊拢唔知啥做烧烙啊，所以呢去选这个发热衣，啊发热衫，无去选这个烧烙衫。好，来，第二题要来啊哦。来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无厘头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无厘头哦，无厘头，无厘头，大家拢嘛知影吼，就是安尼空空颠颠啊嘛吼，所以我这边是空颠亏，因为安那过大只笑亏啦，我颠颠啊，就好笑呀咧，啊无好笑嘛，就是颠颠安尼，所以我这边空颠亏。哦，啊那啊像我这边，我感觉吼是叫做喊亏。喊亏喊，有当时啊吼，有人讲话较喊死因做讲有啊，所以啊又搁喊搁好笑，所以叫做喊亏。好来，两边咱请选择。哦，就卖念的。空电亏。有这边有甲风险甲分开啊，啊这边嘛是讲我这边的空电亏。好，来我来问一下咱那个，你想来选阿雄这边的？因为喊亏听起来，迄个亏有一个点，啊你喊亏你俗喊的呢安尼，啊就有当时啊听起来做成是，因为我在想我看大人咧斗的时阵，可能较听有。好来，换咱这边的，来拢算会记呢。唔做你，我感觉无厘头，较像空灯的意思。戏剧真歹演呐，是啊，戏剧唔是喊。是空电哦，人讲的笑亏就是较空电啦，像济公就空电。有影。是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这条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。其实哦，这两个讲法拢唔是咱在来有的啦。是。哦，啊，就是要去对应这个啊，这个词应该是外来咯。早前有真侪香港电影吼。因就是，互你感觉足好笑啊，但是讲起来也无啥物道理啦。啊，咱即马要安怎讲呢？因为本来无即个讲法嘛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去斗的，啊，一个是用空电去斗笑亏，一个就是用喊去斗笑亏。啊，咱调查的结果是，选喊亏的人吼有超过56%，哇！啊，选这个空电亏的人吼，才43%较低尔。哦，所以就是迄个喊亏选的人较侪。哦，所以咱就只好去讲，这个有真侪人感觉喊亏会当去对应这个无厘头。哥哥，咱请注销。第3题啊哦，真正要摕奖金吗？加油哦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人孔盖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人孔盖。嘿，人孔盖，来，咱即马看到就是吼，内面是啥？拢是垃圾水。哦。嘿，啊，咱直接甲讲就是，嘿，就是垃圾水挂。嘿，甲卡尾内底嘛，是，吼，啊，若有当时啊天气较热的时阵，就有迄种垃圾的味拢会出来，会较歹闻啊。垃圾水是啊，我简单就直接甲翻啊，就是垃圾水挂。是，来我这边。啊，那我吼，我做暗空啊挂。暗涵洞嘛，嘿，涵洞啊，暗空啊，就是这下骹就是一个空要人行嘛，袂使当行啦，互水行啦，嘿，互水行，啊了咱会使入去维修创啥，所以这种啊暗空，所以顶悬一个挂就是暗空啊挂。两边请选点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哎呦，这歹选哦。哦，结果这边是换你啊哦。这无好讲呢。好来，咱问一个来。想讲暗空挂较暗空本来就是大家较惯习的事啦，啊，反正下骹会使饲一寡酷鱼啊，所以无一定是垃圾水啦。无一定哦。美国的佛罗里达就安尼啦。嘛无一定嘛。饲酷鱼，无够清气，可能。咱这应该鸟饲尔啦。好来，换咱这边。哎呦，拢算我呢。应该是讲是流水坑嘛。对。哦，流水坑会挂嘛。啊。若是空啊，就是挂，就是这含来啦，含空挂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看者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
咱这组咱这条吼4组的来宾吼，答案拢是正确的。哦，厉害厉害哦！这个暗坑吼，就是一个圆的，有大有细啦，有的足大的吼，人会当入去行的，啊有的较细，干那会当物件伫遐流通俩。啊，其实内面吼不一定是拢水啦，吼有的像咱拄仔讲的，咱即马这个足济咱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络线吼，拢是对涂骹过，因为我一直天顶啦，吼会歹看嘛，拢对涂骹过，啊嘛就拢暗坑，啊因为有需要人落去维修，所以这叫做人坑啦。就是人会当入去，其实这是对英语讲 manhole， 就是人会当入去的一个坑，吼。啊，等爱甲砍开，伊无你垃圾会落落嘛。是。啊，你有需要维修的是挂掀开，人会当落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要互人落去做维修的一个。啊，内面什么可能拢有啦。啊，咱这种的物件，咱台语本来叫做暗坑啦。啊，所以改叫做暗坑啊挂，足一人选的。咱这个选暗坑啊挂的人，咱调查结果是有差不多75%。哇！啊，选这个垃圾水挂吼，才25%尔。哦，所以这个答案就伫喺这个暗坑啊挂这边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就来看分数，看阮林界分数。今嘛有3000。那咱红界。今嘛有4000哦。好，进来去咱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是，咱囝就要看，带恁去看过去。没错没错。嘿，咱伫影片内面啊，看到以前真济哦，亲像是一个场。哦，一个埕啦，譬如讲，譬如讲咧庙会庙埕啦，庙埕，啊，嘛有可能是咧餐地做事啦，吼，啊，嘛有可能是工厂哦。啊，伊用问题甲恁大家问啦，吼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吼拢中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来答，啊，一题3000，上济才得到12000哦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提示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去咱台南府城安平港看一个哦。安平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这咧拍啥？哦，这啥？哇，拢是拍的物件哦，拢一片一片哦。哇，头拄仔咱看到的影片内底吼，因当咧拍的迄个就是比目鱼哦，扁扁的比目鱼。啊，你敢知影比目鱼台语安怎讲？了解。哦，这就困难的呢。袂足简单，非常的简单。比目鱼的台语是咩来讲呢？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去咱台南府城安平港看一个哦。安平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这原本是相片哦。对，而且做个会叮当。嘿。哦。哦，这咧拍啥？哦。这啥？哇，拢是拍的物件哦。拢一片一片哦。哦。哇。是。哦。你看一下。来，甲恁问恁就知咯。好，来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今仔日带恁来去咱台南安平佚佗。头拄仔咱看到的影片内底吼，因当咧拍的迄个就是比目鱼哦，扁扁的比目鱼。啊，你敢知影比目鱼台语安怎讲？哦，伊的台语哦，会记哩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了解。又一个，来，比目鱼，又人又一个，哦，这就困难的呢。袂足简单，非常的简单，足简单呢。是，咁一边边啊。是，咁是红底鱼。你的答案是红底鱼。红底鱼，确定？好，来，老师，红底鱼对唔对？哎，是哦，这唔是哦。唔是，安尼。天空哥哥。天空哥哥。边鱼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边鱼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哦，得到3000。哦，咱其实吼，比目鱼伫咱台语吼有无共款的讲法啦，啊伊大小无共款，这种的吼就是较细型的，差不多遮大尔。哦，啊伊哩，这比目鱼的特色就是讲伊拢拍伫咧海啦，海底啦吼。所以迄个身躯拢扁扁，啊两粒目睭伫顶面。啊你拄来讲红底鱼是其中的一种，无迄较大型的。是。咱台语讲红底鱼，啊嘛有人叫做拓西。拓西。迄就是你讲的红底鱼啦。
啊，不过伊这是较小型的，细只。啊，咱一般咧白菜肉内面拢用这，啊，伊都用沙地酱内面，对，沙地咧菜嘛是这，因为伊足香的啦，啊，所以若是我有咧食这个豆皮仔吼，食白菜肉的，内面拢有掺这啦，哦，啊，无就是沙地酱内面用这落去做原料，所以这是扁鱼，唔是红底鱼，因为红底鱼较大尾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即嘛是7000，甲咱的3000，咱搁通啊拼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听我讲，请手踏了紧的水，唔知影嘛先吹落去就讲啊吼。好来，上回咱请的是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看的是1931年伫咧花莲起造一个港口的时阵的相片。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咧叮当啊，咧叮当啊。哦。哎，涂骹敢是脏水？是脏水。是脏水哦，哇，足久无看呢。哦。哦。这有明显哦。系啊，这起只悬足明显的哦。哦，以前的工程较想也无简单哦。以前拢是查，唔是要查竹啊。竹啊，查人的空的、硬气的安尼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来，今日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今日带恁来去花莲佚佗。咱头拄看到的是花莲港当咧起造的时阵，啊，咱头拄看到起足悬的有无？叫做堤防啦。啊，你敢知影堤防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堤防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哇，助理，助理足紧。熊。你的答案是爆花。哦，爆花是好来，老师爆花对唔对？健康。有强哦，来分数。终于又搁得到3000咯！是，厉害。伫海边啦，还是河的花吼，常常拢有这种工程啦。是，因为伊就是要保护讲水呐悬起来时吼，莫互伊水起来，啊，所以做较悬。啊，一般拢粗啦，啊，有的所在呐河花吼，常常拢会用迄个石头。去石壁，啊，像咱拄看迄是海吼，伊可能就是规个拢用控骨力的，哦，安尼较用，啊，迄咱台语就叫做爆花，所以你若去散步的时候，迄河边公园，常常真侪人伫爆花顶咧散步。不要紧，咱即马分数乃愈游愈远啦，后手阁有2位，免惊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来，谁讲？老师你免让啊啦。系啊，我无得个咱实力先提出来再讲啦。先讲你哦，安尼较袂等下绕开。哦，原来哦。成功在先啊。好来，咱照片照行啦，吼。好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啊，刷落来吼，要甲恁讲的是嘉义的一个三级的古迹哦。哦，是古迹哦。来，先看影片。哦。哇，古早咧，那只水。哦，古早厝。嗯。哦，这个我明显哦。哎，这敢若庙呢吼。嗯。起甲遮水着。是。古迹。是。好来。手更好哦。来哦。我好意思啦，我你先让，你若袂晓，我嘛是爱囥一个啦。你们娘嘛爱做啥？哎，运动较竞争啦。好来，我们出题哦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咱刷落来要来去的，就是咱嘉义佚佗啦。遮吼有一间寺庙，伊是三级的古迹，是，互人叫做是阿里山中王祠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事实上是啥物庙咧？哦，好来啊哦，咱请手答。来，真是唔知咧，人要娘你嘛爱有法度知影。又一个啊，又一个。哎呀，你一个中阿里山中王，对啊，若是中的，应该就是最好药啊。中哦，地仙宫，那是贵姓王，地仙宫。我甲你一个提示，这个庙吼拜的这个人吼，伊其实。敢若课本内底有，但是事实有这个人还是无这个人，咱阁唔知影。哦，吴峰是无？哦，因为唔是有一间学校嘛，伫嘉义。是哦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吴峰。来，老师，吴峰对唔对？健康。好来，分数先，
恭喜哦，得了3千咯！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这个吴凤应该真正有这人啦吼，但是伊故事可能有争议啦。就是讲对看对什么角度来看，若是对咱一般的台湾人来讲，伊感觉是一个，咱感觉伊是好人哦。不过对原住民来讲，伊是歹人。听讲伊是欺负原住民，镇压原住民，尾来统治者，因为就是原住民较唔听话嘛吼，所以拢用伊来讲伊是一个好人。所以原住民对伊拢足无原谅的，拢感觉伊是歹人。所以看你要对倒一个角度来看。咱即马咱的小学已经无咧教这，就是因为争议性伤大。以前有咧教吴凤，我囡仔时咧是有咧教吴凤的故事。即马基本上拢闪开啦，因为咱台湾即马是爱讲究这个族群的平等啦吼。是。所以去安尼讲就无什么意义啊，所以即马可能就无强调这个人啊。是。好，来不要紧，各有一位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他4千，是他4千，唔过唔好过量啊！我刚刚咱把咱的实力提出来。我希望我会当唱着，一定会手较紧的就好。先看好，手较紧就较出会去啊。我姿势先调好者。哎呦，我拢感觉咱即马讲啥已经无路用啊，因为即马就看到分数尔，即马差只4千尔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紧的来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接来要带恁来看的是1950年代、60年代吼，南部一个游乐场所。游乐场所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哇！这边真牛呢，要就故意真牛这哦。嘿啊，糖啊那落啊，会叮当。哎呦，真趣味。相片尔呢吼。哦。哇，这是一个儿童乐园呢。哇！咱拢还袂出世啊。囡仔伫佚佗的所在。儿童乐园。好，来手讲好，我要出题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来去佚佗的，这就是古早囡仔上爱去的游乐园啦。是。内底吼无同款的设施，但是吼，恁敢知影？以前就有的云霄飞车台语安怎讲？好，云霄飞车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我弄坏掉。别，你放心嘛。我以为我要飞出去啊。是。啥物？袂使看你。嘿嘿，爱公平。我家己想。我想挑战一个。好。是。哈？不要紧。云霄飞车，飞车。云霄飞车。飞起来。云霄飞车。你的念要较复杂。真厉害呢。啊？伤复杂吗？真厉害，真厉害。云霄飞车啦，飞车，云霄飞车。好，来。云霄飞车。来，老师，云霄飞车对唔对？还是唔是？哎呀，他不较简单。这我之前顶个去一个节目有讲到。是。迄个咩车？过山车。过山车。是较古早以前的讲法，过山车。过山、搬山、过岭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过山车对唔对？健康。来分数。恭喜又得了3千咯！愈近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其实这座单位吼，这条的答案有几哪个啦吼。其中一个就是飞天车，这是咱伫个进前咱的新厝调查的是捌调查过。咱那讲是飞天车啦。但是除了这以外，中国人讲过山车啦，因讲过山车啦。所以咱制作单位嘛，甲这个来做答案啦。佮另外一个做练天车，伫天顶咧练的。所以这3个拢会使算啦。不过阮超威车直接翻的吼，制作单位感觉讲这无做台语的答案啦吼，所以答案就拄只迄3个啦。伊讲的迄个内面的其中的一个，所以迄个当时咱的正确答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过袂歹，真刺激。好，来看这分数，更较刺激哦。来看咱人家即马有9千。真牛。好，来洪家咧。好，咱洪家即马有1万哦。好，袂歹，佮继续哦。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
中一个问号，是问号是啥货咧？啊，问号代表的是奖金。奖金哦。嘿，啊若少的就是1000、3000啊，啊若多的就是1万、12000、15000哦。上悬到15000。是。好，来，咱看到的来有8个提示，咱提示念一下好不好？牛、农业、烧香、红台、管，宫庙、宝岛，咱有一条救人的机会啦。嘿，咱来队长，人唔知影变啦。啊，我若讲牛蛋，我变毋过是15000的奖金，变啦，我今日救人哦，就敢若一概尔哦。啊，咱就通啊同齐回答哦。好。好来，啊，搁另外一个提示就是讲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有一个权利，通啊先选，无定着15000就先互你选着哦。是，所以讲有人就是你，看你要选倒位，15000就伫遐等你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恁讲我选什么？要选什么？宫庙，敢若袂歹呢，因为你迄个妈祖牛牛迄个真模仿迄个妈祖牛牛。是。好，我选好啊。选啥位？宫庙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宫庙的奖金有偌济？12000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根据咱观光署2025年1月甲6月的统计，来拜访上多的迄个宫庙吼，是倒一个咧？是北港的朝天宫，还是咱大家的镇南宫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哦，我会记得有迄个雕渣，是，而且迄个时阵佫有就是过年嘛，大家拢会去拜拜，行春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北港朝天宫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北港朝天宫对唔对？造访人次上悬的宫庙是伫倒位咧？请问，根据咱观光署2025年1月甲6月的统计，来拜访上多的迄个宫庙吼，是倒一个咧？是北港的朝天宫，还是咱大家的镇南宫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哦，唔免救人。我感觉是北港朝天宫。北港，是，因为我会记得有迄个调查讲第1名应该是北港的武德宫武德宫，但是第2名我有印象应该是朝天宫。朝天宫，是，而且迄个时阵佫有就是过年嘛，大家拢会去拜拜。行春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北港朝天宫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北港朝天宫对唔对？来分数。终于有妈祖保庇啦，12000块得到了。对啦，咱拄则2个答案吼，第一是北港的朝天宫啦。是。啊，这个庙因为历史嘛真久啊吼，啊嘛是足有名的啦，所以那过年时啊，什么时阵足侪人去拜拜，尤其是妈祖生的时啦。啊，咱另外一个嘛真有名吼，这个大家的镇南宫哦，啊调查咱唔是调个迄个统计结果是第1名的人哦，第1名的这个北港朝天宫哦，足侪人去。啊，那这个镇南宫哦，其实排到第6名去啊，2个差足侪啦。哦，所以唔是讲第1名甲第2名呢，是一个第1名，一个第6名，好名次差足侪。嘿，好来，稍微叫我你哦，强哥哥。啊，是，咱去红哥哥，伊是办妈祖嘛，咱去红哥哥办的迄个是王爷，是上帝公。上帝公，因为我看到是，不过咱讲宫庙已经互伊选去，咱搁有哦，搁有信徒上爱的哦。好来，你要选倒一个？报道好啊。报道，好报道，因为咱报道是好来报道哦，咱来看下报道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贴，好，把分数贴给你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条歌号做《宝岛漫步》，啊，歌名讲的漫步到底是啥物？是一种曲风，还是一个女明星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曲风还是女明星？歌曲的风格啊！哎呦，哥哥跳嘞！哥哥时间要到。来，起来！你讲啥？曲风嘛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曲风对唔对？
终于得了1000咯！好来，打打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这种曲风哦是对于古巴开始的，啊，伊有甲迄个非洲的音乐吼，甲伊套揽落啦。是。啊，有一段时间哦，我足少年的时啦吼，就是足流行的，就是一种舞步啦。对啦，这种流行歌哦，诶，曲风就是会当互人跳舞的。啊，咱拄只，咱有看咱来宾哦，嘛知影讲，诶，这是咧跳舞的吼，所以这就是一种曲风啦。有你啊，来要选倒一个咧？嘛是相关。小香，好啊，小香，是，好来哦，来，咱看者小香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5000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拜拜咧用的这个香长度拢无同，拜神明的香是笑6个，啊拜公妈的是笑3个，你敢知影？拜迄个笑6个香吼，大概拿来烧爱烧偌久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笑6，对，笑6。10秒的时间了。3、2，先起，用右的。笑6哦。是笑6。因为武侠小说内底拢有讲啊，一张香的时间有啊。对，嘿。所以这时间应该是真好用啦。是哦。是。一张香的时间。时间到啊！30分钟。 30分钟。嗯。好。跳，这个跳。对哦，30分钟哦。应该是30。一张香应该是5分钟啦。哦。所以30。啊，6笑6。笑6。笑6 30。好来。30对唔对？哎呀，小伤紧啊哦，不要紧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咱一般厝内面啊，拜公妈的香吼，笑3个香吼，差不多点1点钟久啦。嗯。哦，啊，若是新明的较长，笑6个，伊笑6吼，会当点咧点半钟久，所以90分钟。啊，即马当然有人会感觉讲，迄香烟对身体无好，所以改良。即马香愈来愈短。 是，所以即摆香可能半点钟有影啦。不过迄是即摆改良较短的香，啊，若进前的香，照咱传统的吼，笑6个爱收咧点半钟。好，好来，天王哥哥话你哦，15还未出来哦。 15哦。要选对一个，农业要选对一个。哈？农业试看卖。农业。好来，农业的奖金有偌济？50万。哦，真刺激哦！1万啊丢就是2个共款啦哦。哦，都白手啊，拢白手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水圳是台湾农业时代真重要的设施，啊，台湾头一个起的水圳是1719年完工的八宝圳，你敢知影伊是伫咧什么县市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来，庆哥哥哥知影？你的答案。 台南。嗯。哦，哥哥有去过啊？哥哥你倒位啦？我是咧想嘉义啦。嘉义哦。啊嘛有成台南啦，因为遐有一个南潭嘛，嘉义是南潭啦。是。安尼我换嘉义好无？哦。嘉义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嘉义对唔对？其实是伫中华啦。中华，哎呦，我故乡呢？对啊，你中华人啊？我中华人，安怎贵死啊？中华平阳吼，卤水溪吼，出产足济米的啦。因为出产米吼，所以需要引产吼。真早就开始伫遐做水圳啊。因为这个所在吼，伊有8个行政区吼，拢有咧种这个稻啊，所以每一个行政区是一个堡，所以8个叫做八堡，所以这八堡圳就是伫中华。 哦，到即摆还有咧用，可能大家较唔知伊个名啦。哦，因为水圳真侪所在拢有，这八宝圳是伫中华。是。哎呦，无错，我中华 KO 的啦。哎呦，你遐真足多呢。为了爱用水嘛。哎呀。哎呀，不要紧，够有机会。来，有你。好。剩4个哦。哇。你有要选倒一个无？伊袂剩4个啦，你记我。剩4个。你拣3个，拣一个。3个哦。有悬的有圆的。悬的。
管好啊。管。好来，咱来看者管的奖金有偌济？管管点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海拔上悬的车头是竹山车头，啊，你敢知影这个车头是伫玉山、阿里山，还是大坝尖山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通啊看救人哦。这贵的题目应该会花啦。来，先去。救人啊！来，救人。是啥个？阿里山。阿里山。你捌去过遐？捌去过。若是讲要去迄个绵月线啊，世界走的，世界拍照。专家。若是讲你要去迄个绵月线，就要去为柱山安尼行过安尼。对，啊，若是玉山，搁伫咧南投遐。无共边。对。好来。厉害。所以阿里山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阿里山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到万五咯！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对，阿里山哦，大家去阿里山拢会想要去看日出啦，吼，看日头出来对无？啊，你若要看日出哦，嘛是爱坐迄个火车坐去到这个竹山这个站，哦，啊对遮，才会当去看日出啦。啊，毋过毋是逐遍去拢看得到，我去2摆吼。拢无看到，哦，所以无讲大家去看日出拢看会到啦，看你的好歹运啦，啊无一定，你若去看会到足好的，听讲足水的，可是我拢毋捌看过。阿里山是要坐火车嘛？对，阿里山蹦壁，对啊，伊到尾顶都要蹦到壁倒转来，倒去，倒铁路的迄种之字形的，对。好，不要紧，拄只的15000摕去啊嘛，15000、12000一万出，啊，够9000的，够9000的，咱慢慢贴去哦。够9000。好，过来，要选倒一个。牛啊，牛呀，好啊啦，牛你逐摆选拢选了1000、2000的，是袂付啦，牛吼，还是个你要选牛啦。好来，咱看者牛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袂歹，来，我贴去嘛真好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公牛的台语是牛港，啊，伊个发音吼，甲一般想的拢无啥共款。啊，是啥物动物？伊的发音嘛是爱安尼念的，是鸡港还是羊港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牛港是3、2、1，哦，哥哥，你会使发救人啊？互因一下镜头咧。救人哦！牛啦，羊港啦，哎呀，有人咧讲龟港的啦，龟港啦，哪有咧龟港？其实我嘛想讲吼，有港的都是共款的啦，所以我嘛是咧羊港。好，来羊港哦，来羊港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又得到7000咯！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对，伊拄则讲一个重点啦，我有角的啦吼。咱其他动物若是公的吼，咱讲高公啦，哦，还是讲鸡公啦吼。但是若是有角的动物，咱就无叫做公，叫做港啦。所以牛港、羊港、鹿港，吼，伊这拢有角的，啊，所以拢用港来表示这是公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马里瑶。哇，啊，够9000的哦。是我选。拄则选3字，无你这边选选2个字。好，红泰。来，咱看者红泰奖金有偌济？哇！哎呦，你真正有奖奖励呢，手气真好，手气真好，有保庇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是什么风台走去唱？这句俗语吼，伊讲的是倒一个节开了，风台柜就已经结束啊咧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。什么风台走去唱？贵哦。嘿，节开。早者节开了。譬如讲秋分，风台走去唱。大暑，风台走去唱。时间到啊！所以你今晚无时间啊，你爱直接讲啊。秋分。你知影哦？嘿，出秋分。哥哥知影呢。啊。秋分。秋分我会讲，就代表一定不是答案。是哦。啊。伊无可能个答案，唔讲我你知。
来哦，哎，时间到，四、我白讲一个，来，夏季，夏季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夏季对唔对？伊讲迄个祭旗吼，第一热天啦，热天应该是风台啊，或者伊即摆风台走去场，意思讲风台就无啊啦。对啊。风台无吼，一定是秋天以后啦。对。啊，你讲秋分是还佫未到迄个，因为咱佫有秋天的风台嘛。所以比佫较晚，迄是霜降。要到霜降。啊，你甲听吼，这爱倒鼓啦。有温。对啦，就是我即摆讲，就讲霜降，风台走去场，吼，安尼佫有倒鼓嘛。啊，你讲迄个秋分还是咩夏季哦，拢无倒鼓啦。对。所以就爱霜降，才会倒鼓啦。来圆圆哦。剩一个吧。哦，来，咱看一下圆圆，奖金有偌济？3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华倒一个乡镇，伫日本时代就开始有敬丸、教丸、肉丸、三丸的特色，是中华的宝岛，还是中华的园林？来，60秒时间。宝岛还是园林？这哥哥应该知影啊，应该知。哥哥中华人啊。宝岛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宝岛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真可惜。宝岛伫过去哦，伫中华算讲是一个较。迄个文风较好的所在啦，所以底下有真侪人做老师，啊尾也嘛有真侪老师，然后去做迄个校长的吼。啊，过来就是有真侪人去做警察，因为伊是行政中心，所以警察嘛真侪。啊，过来伊一个名产就是肉丸，因为宝岛肉丸是中华肉丸真有名嘛吼。啊，其中宝岛的肉丸是算伫中华内面较有名的啦。啊，当然园林啦、中华市啊、肉丸拢真有名啦。啊，上名是宝岛，啊，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就是。迄个中华的三丸呐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摆来看分数，来看阮人界分数。即摆有36000。啊，咱红界分数咧？有21000。哦，这嘛是算变盘啦。对啊，真正咧。哦，当你个变过来啦。好，伊今日大妈出来啦。有影。咱来看一下，因头仔甲这36000块摕倒转去无？好，咱来看一下哦。哈，起来咧，10秒，1000斤。10秒，1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者图互恁看。系啊。嘿，内面就是咱的俗语的意思。好来，咱即马看咱奖金偌济。咱即马36秒，所以奖金就是36000哦。哦，奖金36000就是36秒嘛吼，咱用秒来算，就阮就1000嘛。对。是，啊，毋过你敢有够？无够，搁添30秒，变成66秒，好唔好？哦。好，咱速度爱较紧哦，咱就敢若3题尔哦。好，来，上个。咱请出题。用什么？哇，金石狮，嘿，用什么金石狮？牙棍头，牙棍头帽，金石狮。但是后壁搁有一个，头前搁一个哦。囡仔人牙棍头帽金石狮，唔是囡仔人，囡仔牙棍头帽金石狮，唔是囡仔。拢总36000块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变成66秒，好唔好？哦，好，咱速度爱较紧哦，咱就敢若3题尔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咱请看题目，7个字哦。7个字。来。来，金两三，哦，3点半。来讲啊，3公半。啊，正确。点加3碗公半，金两3碗嘛。3.5啊，3.5啊。是。好，来看咱的秒数。哦，今麦够58秒咧哦。够有哦，够2题哦。来哟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我第2题，6个字。伊是一个人。头毛咧烧，什么？不是，过来继续讲。2个字。头毛在烧，不是。啊，伊骹下骹是啥物？骹。我腋骹有什么物件？我有一个细嘿，什么小令？啊，下骹是嘿，对，头小小，骹零零，胃零零。啊，正确。就是胃零零。好，胃零零。 3分钟热度啦。是，这个给他讲做
代志袂当安尼啦。做代志一定要坚持，唔通偷笑笑袂灵了。是，好来看分数。我恭喜啊，够30秒哦，唔通浪费哦。唔通浪费哦。上尾一题，加油哦！来，再看10个你，10个你。是这重点吼。囡仔是安那去是？伊用什么？哇，金石赛，嘿，用什么金石赛？滚仔头，牙滚头母，金石赛。但是后壁佫有一个，头前佫一个哦。囡仔人牙滚头母金石赛，唔是囡仔人，囡仔牙滚头母金石赛，唔是囡仔，唔是囡仔，啊，佫想一个，后壁有一个，头前有一个。看，别人的手。哎，讲什么？别人的滚头母金石赛，唔是踢，看别人的滚头，牙别人的滚，用，还真靠。拢讲啊，是用别人的滚头母金石赛，是，这意思就是出一支嘴叫别人去死啦。哎呦，袂当安尼，咱做人袂当安尼啦。恁吼爱讲较紧的，一直讲，恁拢会顿地啦。嘿，安尼真可笑。好来，咱来看顿地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即卖奖金就是爱心一粒啊！不要紧，唔通啊，嗰度进入咱的复赛啊！好，即摆今来去颁奖。来，无奖金，不过咱有奖牌啦。离咱的100万搁较近啊啦！哎呀，来，好真正离100万愈来愈近啊啦！咱虽然无着，不要紧，咱参加过来吼，票通过那个报名来参加哦。好，一定来哦！来，咱今日多谢咱的郭问老师，感谢辛苦的罗光行罗老师辛苦了，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边来去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哥哥，哇，谢谢老师，感谢，今天我就会好奇，谢谢哥哥，谢谢。